想好似我咁打咗呢個韓式氛圍感髮型 Strike 嘅 Airfresh 6合1造型器就可以幫到你啦。佢一盒總共有6個配件，而我最鍾意就係用呢個按摩髮梳去撫平我毛躁嘅頭髮，唔使梳好多次已經有明顯嘅效果。你哋睇下真係超大分別啊！個髮質都靚咗勁多啊！梳順晒啲頭髮之後，我就會專用呢個自動旋轉髮捲，只要放啲頭髮喺附近，佢就會即時自動吸實，超輕鬆就可以做到波浪髮型。然後我再會用冷風吹5至8秒嚟固定個捲度，效果就會好持久㗎啦。你睇下吹出嚟嘅捲度幾有彈性。然後韓式氛圍感髮型最緊要嘅就係嗰個耳邊括號位，我會將耳仔上方3/4嘅頭髮再捲多一次，形成一個自然嘅 C 字弧度。捲完之後髮質仲好有彈性，一啲都唔毛躁。嗱嗱聲捲埋第二邊先，就係咁樣，韓式氛圍感髮型就搞掂啦，真係超簡單同方便啊！唔講咁多，出街先。